在地人在地前要讲台中五车区的顶溪乐公园，这是海线出名的亲子休闲公园。最近有人发现讲，有真个轿车甲乌托摆违规停车，影响民众的出入甲安全。五车顶溪乐公园最近，互人发现公园内底常常真侪台轿车含机车违停伫咧车，影响民众出入和安全。观感上看起来外面不太好。 然后就是可能会阻挡到一些民众的行走空间，然后就是可能附近都会有公有停车场，那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移到那边去，才不会就是阻挡到公园这边的环境。李长讲，工人为着方便，直接驶入来公园内底放，然后地砖得到海去，草埔内底冒真侪粪扫，真无公德心。目前已经有开罚，依照我们台中市管理公园的自治条例，可以开罚1200元以上到6000元不等。 公司嘛讲，因会继续派人过考控，包括有车主会当将车辆放伫咧北平和南平的公共停车场，希望减少违停的状况发生，还有公园一个安全撤退休闲环境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